再来看这高雄新车头硬体设施呢，已经到完工啊！即马车站内呢，这代替的月台通高雄捷运的这通道，今仔日是正式来启用。虽然讲第一天启用有真侪人是找无路，也毋过呢，总算是毋免搁再踅路啊，有袂少人拢真肯定。 火车进站立刻刷刷落车。对在一开始，民众无论是坐火车来到高雄火车头要搬捷运，也是坐捷运要搬火车，以后拢毋免搁避上避路。行这条直通的连通道会当节省至少5分钟的路程。民众讲，伊期待这条连通道启用已经1、2年，总算是可以等到这一天。今仔日实际来行看卖，确实加正利便，不过有部分需要搁加强。捷运来的时阵吼，拢会搁去到一楼大厅嘛。 啊，佮就来迄种个台铁，迄种个地下2楼的迄种月台啊，系啊，安尼算来即马安尼开放通车呢，坐要来坐火车叫做方便的啊。可是虽然找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了，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明确一点的指示，这样子在转乘还有大家方面上会更好。代替表示，连通道原底按算旧的过年前要启用，因为消防安检的问题去拖着时间，才会甲大家启用。这段时间，因除了有加强相关路线指示牌以外，也会伫火车顶悬放送。启用的头一天，虽然有看到民众找无路的，不过问题拢无大。代替强调，因会持续关心，若有发现问题，就随改进。阮的列车，若要到高雄站的时阵，请列车长提醒车顶的旅客，你若伫高雄站要转乘高雄捷运的话，请伫第8车的位置，落楼来坐就好啊。有民众专工趁启用的头一天来行看卖，伊讲家己是坐捷运过来的，因为要行来火车头的指示牌做了无够妥当，有的伤细致，有的所在打伤偏，还因细一大连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个改善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